姓都背弃我，不与我同行。尽管如此，我的慈爱永远不放弃。我仍给予我全所有，直到他们回到我怀中。让我们转向耶和华，就算背叛远离，神却永不放弃。让我们转向耶和华，在软弱失败中，他爱永无止境。我的百姓都背弃我，不与我同行。尽管如此，我的慈爱永远不放弃。我仍给予我全所有，直到他们回到我怀中。让我们转向耶和华，就算背叛远离，神却永不放弃。让我们转向耶和华，在软弱失败中，他爱永无止境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共读的经文是何西阿书13章1到16节。何西阿书13章1到16节，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第一节，从前以法莲之族一说话，其他之族都害怕，他们敬重以法莲。可是以法莲拜巴力，犯了罪，一定要灭亡。他们继续犯罪，凭自己的想象和技巧，用银子铸成偶像，然后说，向他们献祭吧。他们居然跟牛像亲嘴，所以这些人都要像晨雾朝露，太阳一出来就消失。他们又像禾场上的麦秸，像烟囱冒出的烟，风一吹就散。上主说，我是上主，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。除了我，你们没有上帝，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。在干旱的旷野，我亲自看顾你们。可是你们一进入这肥沃的土地，就因丰衣足食而自满自傲。你们竟然把我忘记了，所以我要像狮子攻击你们，像豹子埋伏路旁。我要像失去幼子的母熊攻击你们，撕裂你们。我要像凶猛的狮子当场吞灭你们，像野兽撕碎你们。以色列人啊，我要毁灭你们，有谁能救你们呢？你们曾向我要君王和领袖，可是他们救过你们吗？我在愤怒中给了你们君王，也要在烈怒中废掉他们。以色列人的罪恶过犯都有记录，并且收藏起来。以色列人还有一线生机，可是他们无知，竟不把握这机会。他们像到了产期的胎儿，留恋母腹，不愿出来。我不要从阴间把以色列人救出来，我不要从死亡的权势把他们释放出来。死亡啊，散播你的灾害吧；阴间啊，施展你的毁灭吧。我再也不怜惜这人民。
虽然以色列像野草一样繁盛，我要叫炎热的东风从旷野刮来，把水源和井水吹干。我要夺走他们一切的财宝。撒玛利亚要因背叛我受惩罚，那里的人要因战祸死亡，婴儿被摔在地上，孕妇也要被剖腹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平安。今天要透过何西阿书13章这段经文，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求神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，也使我们的心柔软，可以贴近神的心意和提醒。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很常见的词，叫做巨婴。巨婴不是指长得非常巨大的婴儿，而是指一个人虽然年纪已经长大，却仍然像孩子一样，凡事只想到自己，只想要被照顾，不想要承担责任，或者遇到问题就抱怨，习惯依赖，不愿意成长等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都是在说别人吧，但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神其实是在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也可以是对我们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说，我们信主很久了，领受的恩典很多了，但生命却没有成熟长大。这正是何西阿书13章一个重要的提醒。一个人最大的危机不是缺乏恩典，而是领受恩典之后却忘记神，停止成长。在4到6节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上主，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，除了我，你们没有上帝，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。在干旱的旷野，我亲自看顾你们，可是你们一进入这肥沃的土地，就因丰衣足食而自满自傲，你们竟然把我忘记了。可以看见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很清楚知道，我们需要神。可是进入应许之地以后，有食物，有土地，有生活，有安全感，神却说，你们丰衣足食而自满自傲，忘记了我。这段经文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，因为我们的生命也很有可能有这样的时候。像以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每天祷告，当找到工作以后，我们却忙着工作。我们以前会为了家庭祷告，但当家庭幸福稳定之后，我们就忙着经营家庭。以前每天为一件事情迫切寻求神，但当事情解决以后，就慢慢的回到没有祷告、没有寻求神的生活。我们不是故意离开神，而是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我们越来越习惯，没有那么需要祷告。但何西阿提醒我们，有时候让人远离神的，不一定是苦难，也有可能是丰盛的时候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，带领我们不因生活变得顺利就忘记神的恩典，反而越蒙福，越要懂得感恩，越知道一切的美好都是从神而来。在第9节，神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要毁灭你们，有谁能救你们呢？在第13节，以色列人还有一线生机，可是他们无知，竟不把握这机会。他们像到了产期的胎儿，留恋母腹，不愿出来。这边可以看见，神不是不爱以色列人，而是人们拒绝神的帮助，不愿意成长和改变。如同一个孩子已经到了出生的时间，却停在母腹里，不愿意出来。明明该成熟了，却拒绝成长。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，比如说像神要我们学习饶恕，学习委身，学习服侍，学习爱人如己，我们却容易觉得这些不要，太麻烦了，这样就好，我不想要改变。神不是要我们一直当属灵的婴孩，如同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，保罗说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情感像孩子，想法也像孩子。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，我把孩子气的事都丢弃了。
神的爱不是只接纳我们现在的样子，神的爱也带领我们成为更成熟的生命。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机会成长，而是不愿意跨出舒适圈，因为我们在神的带领当中能够勇敢面对改变，让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基督。在第14节的后半段，神说：死亡啊，散播你的灾害吧，阴间啊，施展你的毁灭吧，我再也不怜惜这人民。乍看之下，这段经文非常的严厉，甚至让人觉得神是不是已经决定要放弃以色列人了。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也引用这段话：死亡啊，你的胜利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可以看见神最终的心意不是毁灭，而是要带来拯救。因为神如果真正的心意是毁灭的话，以色列人早就没有机会了。但何西阿书前面一直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，他们忘记神，拜偶像，依靠亚述和埃及，甚至在神已经一次又一次呼唤他们的时候，仍然不愿意回头。但是神却一次又一次透过何西阿对他们说话，甚至在何西阿书14章，也就是下一章的一开头，神仍然呼唤他们：以色列人啊，你们的罪使你们跌倒了，你们要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。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，神不是因为恨恶以色列所以管教他们，而是因为爱他们，所以不能放任他们继续走向灭亡。这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孩子一直往危险的地方走，如果父亲完全不管他，任凭他走，那才是真正的放弃。但如果父亲把他拉回来，责备他，甚至让他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，那不是因为父亲不爱他，而是因为父亲不能看着他的儿女一直朝危险的方向走去。成熟持续长大的信仰，不是从此不犯错，而是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管教的背后不是放弃，而是爱，是他不愿意我们继续走向灭亡，而是渴望我们回到他的里面，重新得到生命。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醒，从属灵的巨婴能够走向成熟的生命。何西阿书13章提醒了我们，属灵生命最大的危机不是没有经历神，而是经历恩典之后却忘记神，一直想被神照顾，不愿意成长。神的管教不是要毁灭我们，而是要挽回我们，带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因此，成熟的信仰不是从此不犯错，而是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停下来悔改并改变。属灵的巨婴只想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但是成熟的生命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求神带领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，不再当属灵的巨婴，而是能在神的恩典中持续的成长，越来越认识他，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透过何西阿书提醒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不只是希望我们领受恩典，更盼望我们在恩典中持续的成长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有时会像属灵的婴孩，只希望你的帮助，你的祝福，却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，也不愿意被你的改变。求你赦免我们，赐给我们谦卑柔软的心。当你提醒管教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逃避，而是愿意回到你的面前，聆听你的话，顺服你的带领。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停止成长，在每天的生活中更认识你，更多的依靠你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，活出基督的样式。谢谢主，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爱会甘心的献上，爱是
放弃，让我们转向耶和华。在软弱失败中，他永无止境。在软弱失败中，他永无止境。